题答案应该是多少呢？3，好棒呀！甜甜答对了。小蜜，你的作业本怎么都还是空白的啊？你都没有写哦。彤彤姐姐，今天天气好好哦，我可以去公园玩吗？真的啊？可以哦，那我走了。不是啦，我说真的就是不可以，一定要把功课写完才可以出去玩哦。全都检查完了。那我可以出去玩了吗，彤彤姐姐？真的可以，点点可以出去玩喽。小咪，拜拜喽！拜拜。哎呀，小蜜，你赶快把你的功课写完，就可以跟点点一样出去玩啦。耶，彤彤姐姐，我写完了，可以出去玩了吗？我现在检查一下哦。no， 小蜜，你真得出去玩。为什么？因为小蜜你的功课全部都写错啦，根本就没有认真写嘛，所以小蜜真得出去玩。好了，小蜜，那彤彤姐姐陪你写，你要赶快认真写完哦。谢谢彤彤姐姐。来吧，我是陪你写，不是帮你写哦。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。彤彤姐姐，我今天可以多吃一碗饭吗？真的。那可以多吃一份水果吗？真的。今天可以不要洗澡吗？真的。不洗澡会脏脏臭臭，还会长细菌呢。今天可以不要换衣服吗？真的。今天玩的那么脏兮兮了还不换？真的。真的。这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加油！